啥舍得，如果啥是我弄你啦，那无缘不敌的艺术，达拉恩，我当了啥一笔，如果那不奥利亚，马拉兹再度不抵达。 谢谢空中生。哎，不要以为你们真的来吃喜酒嘞。喜酒。好，很开心，今天是生理期，然后终于有机会来到宜兰，这应该是我今年宜兰的唯一第2场了。上次有来过，不过是这次的特别的巡回，就特别还是选了宜兰这个点，要不然去年的话好像只有来过成品嘛。 真的很少来宜兰呢，每次去台东一定会经过，可是就是没有留在这边一下下。常来呀，常来。你们有土石流吗？常来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怕嘞，对。